们训练是每天没有寒暑假，只有过年可能休息个3-4天。我觉得这个辛苦，然后为了我们台南市，没有想到我们台南市是桌球我们最有名的，结果对我们的选手，对我们选手这样子，我会觉得那个差异很大。教练林家荣讲出心内底话，认为政府无重视新将选手，连拍运夺牌所发送的奖金也比其他县市较少。对此，陈廷辉指出，台南曾经是倒球的强国，现在较互拍运选手上价奖助金，这对着选手以及教练来讲是打击，呼吁相关的单位检讨奖金制度。陈经也强调，台南成立体育局后，对选手的照顾也是无够，尤其是新将选手的权益，要求市府体育局检讨奖金政策。就是说从出国比赛的时候到拿奖牌回来，我觉得这种鼓励性质跟被重视的感觉是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从一开始我们得到讯息说，我们台南其实如果拿到金牌也才5万块的奖助金，然后第2名是3万块，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跟市政府反映呢。李真议员，因为他站在议员监督的角色，也不断的跟市政府体育局局长在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哈。台南市政府做的不够的地方，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哈。那今天开第一天也当面跟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提出质询哦，那市长也给予正面的肯定哦，一定会提升奖金哦。目前真的太低，一定会提升，会在6都里面取得一个平衡的中间值啦，他当然他认为可能一下子要到最高有困难，但是会取得一个适合的这个中间值。那另外明志选手的部分也会回溯也感谢他为台湾争光，为台南争光。拍运银牌选手陈明志表示，希望政府会当为新将选手建设参照是左训中心的训练场所，让新将选手有更较好的训练场地。希望国家能争取就是帕运选手能成立帕拉运动中心这样，因为后面的优秀的身障选手越来越多，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活动中心，类似像一般人的左训中心一样，就是能有让帕运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场地去训练。对此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已经承诺提悬夺牌选手的奖金，并检讨各大赛事的奖励制度，确保选手得到应有的鼓励和支持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